今次靜岡富士山之旅，我哋去咗清水魚市場、日本平、熱海、河口湖、三島同埋富士野生動物園，仲睇埋煙花。今次嘅旅程，我哋由靜岡機場出發，拎完行李出嚟就會見到巴士嘅指示牌。喺機場嘅3號巴士月台可以乘坐直達巴士到靜岡站以及新靜岡。巴士配合到航班時間，車程1小時，車費為1200 yen。如果由東京出發，仲可以乘坐新幹線，車程只需要1個鐘。我哋今次入住 Hotel Grand Hills， 靜岡站南口一出，穿過天橋就到，非常方便。我哋入住24樓，景觀好開揚，天氣好嘅話可以睇到富士山，可惜而家多雲。入到嚟有少少牛木味，部分設施亦比較舊，但係都乾淨企理，空間大同埋景觀開揚。所有客房均設於18樓至到25樓，可以俯瞰靜岡市區。下邊就係 JR 站，不時可以睇見火車經過。車站有好多餐廳，我哋揀咗呢間魚市場直營店。我叫咗個海鮮檔2480 yen， 有7種海鮮，味道唔錯，包括有靜岡出名嘅吞拿魚同埋白飯魚。食完嘢，我哋喺車站發掘下周圍嘅設施。呢度有好多 locker， 大中細都有。大 locker 800 yen， 中 locker 600 yen， 最細嘅 locker 400 yen。靜岡站連接住食彩館，呢度有好多美食，包括有壽司同埋串燒，仲有好多土產賣。嚟到綠茶之鄉，當然唔少得買茶葉啦。推介呢隻藥葉煎茶，口感清新，帶有回甘。不過我最中意嘅都係機場伊藤園買嘅本山茶，香氣清新，口感柔和，回甘明顯。車站嘅商場仲有間超市。我哋去嘅時候係8月，適逢水蜜桃當造，我哋差唔多日日都食水蜜桃啊。靜岡好多鋪頭7點就閂門，所以夜晚我哋行進河屋，呢度好難得地閂10點。進河屋係動漫迷同埋模型迷嘅朝聖地，商品種類豐富，當中有唔少係中古貨物。呢度有好多鬼滅產品啊！連 Pop Mart 都有。2樓主打模型，有好多高達產品啊！3樓係我嘅摯愛，呢度有好多得意嘅毛公仔，全部都好可愛啊！超想買晒佢哋返屋企啊！4樓有好多桌遊賣，有冇邊款啱你心意呢？
今日我哋嚟到清水站，喺清水站東口出嚟，穿過天橋就會嚟到魚市場。市場分為市場館同埋吞拿魚館兩大區域。清水港係日本吞拿魚捕獲最高嘅港口，呢度有好多急凍海鮮、刺身同埋壽司，1000 yen 都唔使就有一盒中拖羅壽司，真係好抵啊！呢度仲有好多海鮮乾貨以及有特色嘅手信賣，推薦大家嚟盡頭呢間石川商店，老闆好親切，好盡力咁用英文講解各項產品，仲俾我哋試食炸櫻花蝦，非常之好食。呢度賣嘅滑沙比味開心果仲平過喺超市，推薦大家買綠色呢包。出邊嗰層脆脆有少少滑沙比味，入邊有原隻開心果，非常好味，推薦。離開市場館之後，我哋就行去隔離嘅吞拿魚館。吞拿魚館樓高2層，有10幾間餐廳，專賣吞拿魚。可以一次過品嚐大拖、中拖同埋赤身等多種部位，可以先格價同埋睇樣品模型再作決定。我哋最後揀咗呢間餐廳，因為都見多人，同埋我哋俾出邊嘅展品吸引住。我哋叫咗個藍鰭吞拿魚飯，賣相好吸引，切得都幾厚下。不過嚟到嘅時候有少少失望，因為出邊嘅展示品係顯示一半大拖羅，一半中拖羅㗎。我哋亦叫咗個綜合魚生定食，賣相好吸引，有14種魚生，當中包括有駿河灣出名嘅白飯魚同埋櫻花蝦，中間嘅白身魚味道普通，最好味都係拖羅。兩個餐埋單8000 yen 左右，CP 值還可以。食飽飽，我哋就返去清水站，準備前往小丸子樂園。樂園喺 Xport Dream Plaza。喺東口沿住扶手電梯落去，落到去轉左過條馬路就到達搭shuttle嘅地方，車程大約10分鐘，非常方便。商場出邊可以搭摩天輪俯瞰整個清水港，仲可以搭遊覽船，但係由於時間有限，我哋就直接入商場啦。一入到嚟就見到個小丸子公仔，樂園就喺商場嘅3樓。樂園嘅入口有滿滿嘅小丸子主題裝飾，仲有好多手信賣。不過我哋決定參觀完樂園先至再買手信。買完飛會收到一本小丸子 passport， 可以之後用嚟吸引。我哋買完飛，職員就帶我哋排隊同小丸子影相。我哋好好彩，趕到2點鐘呢一場。排隊期間仲可以欣賞小丸子動畫。話咁快就到我哋啦，有職員幫我哋影相，超開心。樂園有個小丸子神社，細細地，好得意。可以俾100 yen 抽籤，我抽中第17籤，我抽到張超吉啊，超級開心！簽文啲圖案好得意啊！
呢度仲展示咗作者親筆原稿同埋動畫製作過程，可以睇到早期小丸子嘅造型，塊面比較尖，眼睛比較細小。依家嘅小丸子更加得意。呢度仲有個公園場景，可以坐喺長凳度同小丸子仲有小玉影相。仲可以進入小丸子同朋友嘅秘密基地玩。呢個秘密基地真係好好玩啊！園區仲展示咗小丸子嘅實際高度，原來佢得90 cm 咋。等我拍埋過去度高先。樂園仲還原咗小丸子嘅課室，呢度可以揾到書包同埋書本，可以體驗返做學生嘅感覺，仲可以扮老師。小丸子就讀3年4班，課室出邊仲有每個同學嘅介紹同埋鞋櫃。打開鞋櫃，仲可以見到印有學生名嘅鞋，大家可以嘗試下揾唔揾到小丸子嘅鞋。鞋櫃隔籬仲有小丸子印章。離開學校，我哋嚟到小丸子屋企，呢度展示咗爺爺間房、客廳、廚房，當然唔少得有小丸子間房啦。小丸子嘅房真係好亂啊！呢度每間房都還原得好逼真，真係好似參觀緊小丸子屋企咁啊！整體嚟講，小丸子樂園雖然唔大，但係充滿溫馨懷舊感，非常適合家庭或者 fans 嚟參觀。樂園一出就係小丸子專賣店，呢度有公仔、文具、T-shirt、手巾等等限定商品，非常可愛，fans 們絕對唔可以錯過啊！回程我哋搭 shuttle 返去清水站，再轉 JR 返去靜岡站。靜岡站南口有免費 shuttle 去日本平酒店，車程40分鐘。日本平酒店位於靜岡市日本平山丘，海拔約300米，下邊係清水市，右邊係駿河灣，係欣賞富士山同埋駿河灣絕景嘅高級酒店，被譽為風景美術館。無論喺房間、餐廳定係大廳，都可以欣賞到富士山美景同埋靜岡市區夜景。由日本平酒店出發，一路上斜路，大概行15分鐘就會到達日本平夢迴廊。呢度係靜岡近期超人氣嘅地標，由國際知名建築師隈研吾設計。我哋嚟到嘅時候發覺閂咗門，真係令我哋晴天霹靂啊！好彩沿住出邊嘅樓梯上嚟，可以到達戶外平台。我哋仲好彩睇到富士山啊！
呢度除咗可以睇到富士山，仲可以睇到駿河灣同埋三寶松原。日本平夢陽台採用大量靜岡本地木材，外形為八角形，同周圍嘅山林景觀融合，展現隈研吾獨特嘅自然融合理念。我哋依家身處3樓嘅戶外展望回廊，如果企喺角落頭就可以同建築物加富士山一齊影，一定會好靚。可惜依家閂咗門入唔到去，唯有幻想下啦。不過錯有錯着，雖然過咗開門嘅時間，但係依家可以獨佔美景啊！黃昏嘅時間加上有風，真係好舒服啊，靚到唔捨得走。回程我哋返返去日本平酒店，我哋趁住等shuttle嘅時間落去花園行下。花園好大，可以一路散步一路眺望富士山。黃昏時間景色迷人，有唔少人都出嚟露台睇啊！有機會我都好想喺度住返一晚。回程我哋返返去靜岡車站，再行去 Sanova 商場食靜岡人氣 No.1 嘅炭燒漢堡扒。由於我哋去到嘅時候都差唔多8點半，所以好快就到我哋啦。呢間餐廳嘅漢堡扒係100% 純牛肉，而且價格親民，仲可以揀牛肉嘅熟度。店員會喺客人面前即場分切漢堡牛肉，稍作加熱，過程中香氣散發，噴出熱氣，係視覺、聽覺同味覺嘅3重享受。醬料我哋揀咗人氣 No.1 嘅洋葱汁。因為使用100% 牛肉，所以食落去比較紮實彈牙。不過另外嗰碟有啲生，我哋需要切開反轉再煎下佢。另外加640yen可以轉做套餐。我哋揀咗麵包同埋布甸，味道唔錯。另外我哋亦叫咗個皇冠蜜瓜扒飛，價錢都幾貴下，差唔多等於250g 嘅漢堡扒。但蜜瓜清甜多汁，值得一試。今集到呢度，下集帶大家遊熱海同埋三島，享受美食。下集見。